喺好多工商管理嘅課程裏面啦，波特嘅5個力啦嘅模型啦，就用咗嚟進行一個商業嘅環境大環境分析啦。咁但係其實我哋個人嚟講咧，亦都可以咧去進行一個小嘅，即係我哋身處嘅環境嘅分析啊。例如社會結構、法律、經濟、政治同埋科技。嗱，最簡單，譬如話社會結構啦，包括咗啦，而家我哋全地球面臨啦糧食危機啦、新能源啦、綠色能源嘅新挑戰啦、人口老化啦，仲有就係嗰個出生率啦下降啦。咁呢啲係社會結構。法律上面啦，我哋主要即係兩三大個陣容啦，包括咗就係共產主義嘅法律啦，嘅系統啦，或者西方咧嗰個犯人咧係喺未被審訊確認之前咧，佢係無罪嘅。但係調翻轉咧，中國嘅法律咧就係先假設咗你有罪，咁你咧就要自辯解釋。咁另外啦，除咗呢兩個之外咧，經濟啦，嗱我哋發覺而家中國嘅經濟同埋科技咧，都係遠遠即係拋離咗啦好多嘅西方國家啦，甚至乎咧韓國啊、日本咧都唔夠即係我哋中國嚟啦。咁另外咧就政治系統上面咧，主要而家都係分呢個共產主義啊，同埋呢個即係自由營商啊、貿易嘅嗰個主義啦。咁我哋用呢個波特5力啦，去幫我哋認清楚啦，我哋喺面對嘅唔同環境。嗱，同樣地，我哋如果身處喺深圳，同埋如果我哋返咗，即係喺香港，我哋選擇咗唔喺香港定居住，我哋選擇返大陸工作，咁呢啲都係會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地方咧，都會有自己嘅一個 profile 噶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咧就唔需要話太過擔心。但係咧，我哋運用呢一啲嘅 module 啦，可以幫我哋認清咗啦一個大環境上面嘅一啲重點嘅焦點啊。